为什么刷到的歌总比收到的歌好听？因为缘分总比刻意好，刷到的往往都是这首歌最精彩的地方。但当你去搜的时候，你就要去听前奏，去听副歌。可是，一首歌并不是全都是高潮。我的意思是，喜欢一个人就不能只喜欢他吸引你的地方，要喜欢他的全部。因为真正的喜欢，不是只爱他的光芒，而是愿意包容他的阴影，陪伴他走过人生的每一个阶段。刷到的歌是缘分，是偶然的惊喜；而收到的歌是选择，是刻意的追寻。缘分让我们遇见，但只有真正的理解和包容，才能让这份陪伴走得更远。所以别只停留在那短暂的经验里，去了解它的全部，去爱它的每一面。因为真正的爱从来不是只爱它的高光，而是爱它的全部，包括那些不为人知的平凡与真实。